时收看福起来嘅节目，我係钟意群阿群妹。好呀，哈大家好，全部就懂冲事呀，养生之道，大家都想身体做得动空间，就像阿群妹嗌前一包嘅一味 take care 嘅故事，我现在养生，早晨全部是果子，又都是动到强菜，营养全部就会顾好。鼓手啊，今日节目地都爱同大家小结嘛嘅梦，啲星座关系啊，有一对两公婆，佢两三口有一只菜园，种嘅当到有机嘅农产品，韩国啊，佢韩老一啲农产品，做成对你身体当好嘅精力汤哦，爱照顾各位观众朋友嘅身体康健。鼓手谢谢格格来分享你节目今本嘅来宾，先来分享力量菜园的罗大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力量菜园的罗文辉。好，分享罗大哥来到你节目现场。好，接下来是格格朋友，我们来欢迎飞玉姐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力量菜园的郑飞玉。分享两位来到你节目现场哈，先来同大家讲一下，nhà đều在农场，很多力量菜园，对不对？然后又简称叫做力园。对，那力园地度啊，呀哈大部分地嘅种嘛嘅，你睇下就地形中有一项动有名嘅农产，很多仙草，nhà đều没有种冇？nhà đều没有种仙草。不过平常大部分还是种强菜为主。那底下是搭配的季节，我们有种的像草莓啊，像树薯啊，像咸草啊，了都有种。古时候人家没有种咸草，韩国这边冇可用的是人家种的咸草，是用有机的方式来栽种。因为咸草对人的关系是产地，不过你大部分的人都会用日本的方法去种，惯性的农法来种。惯性的，我就是想来尝试看看用有机的方法来种看啦。嗰時候也開始有啲嘅種鹹草誒，有知道用有機來種鹹草有遇到乜嘅困難冇？用有機其實唔係當鹹草唔係當難種，其實難到人呢個成本當高，人力的成本，畢竟講當人去綁草啊，去種佢啊，該部分太麻煩。其實啦，用有機的方式來種鹹草，畢竟大家食鹹草有很大一部分是希望，比如說可以降火氣，咩是對你身體健康好嘅。故說用有機的方式來種鹹草，希望做得本大家食到無扣用嘅鹹草，用有機方式來種嘅鹹草。好，剛才有講到吼，除咗有種草莓啊，就係種對食誒，我們講對食的這一些強菜啊、果子，跟一年透田。還有太可嘅種奶類嘅種類嘅植物，一定要農產。其實人哋厲害係有像啲實驗性質啦，特別針對人哋關係提起，看如乜嘅適合後生人去做嘅。像鹹草裡啊，人哋做乜嘅去種，其實味道去實驗出一種當好嘅方法，針對後生人。人哋咩希望後生人都會轉到關係來聽說。因為大部分人還係老農喺度，我就是想看如乜嘅針對後生人來比較做得來發展嘅做，而家大部分還喺實驗階段喺度。原來係咁嘅啊！韓國啊，其實今日啦，飛玉姐佢哋有帶了一項動貼片咧，這種東西很多樹薯佢係用嘅一種植物，因為你可能啲市場地度，很多市場地度，從來網上看過有人哋嘅賣樹薯，就是也是木薯又叫做樹薯，其實係用嘅一種嘅農產品、農作物。其實呀，老原生家庭有關係啦哈。我媽媽佢係南投人，我從細是有識到的啊。佢咩從細因為南投哈，從頭就種，佢細漢嘅時節哈，該位人全部種了來食，太白粉啊，咩就肉煮嘅啊，拌煮嘅食。和我到出世之後呢，從細我媽媽哈都。冷天的時節是會種日頭、兩頭，過年前後邊呢是會煮來食。所以呢，我從細是有安陽人的記憶，從細就是會想講係冷天的時節哈，是會想愛食樹薯。嗰種樹薯啊，其實都用誒有點像大條一點的，那個叫什麼山藥。
皮粗一点点的，有一点像树干的那个外表，对不对？你鸦片没油那个是不是？就是树薯。哇，我还挑一把，混很硬，爱剥皮，爱剥皮。哦，古时说的时节爱剥皮，佮太可的伊都头摆很些时节很用的来说叔叔。是剥皮剥体哈，大部分嘅都是甜的较多。甜的，系用的来说甜的。煮汤啊，煮冬瓜糖砖啊，哈，都挺好食。每周得做半人。半夜每做得来做，做得用叔叔来做半夜。做半人，咩挺好食啦 ，QQ 啊，哈，拿来混个乜个排骨汤啊，煮鸡汤了都，就係講煮湯咩挺好食，鹹湯啊，咩挺好食啦。古時其實都在做咁多東西，有咁多種食法。其實哈，素薯粉啊，佢啲人嘅食法，當普遍啊，看得到是人哋第一天哈。像饼干啊、蛋糕啊，很多甜点哦，全部有素薯粉诶，就是太白粉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讲诶，太白粉其實唔係素薯粉，就是素薯粉。是講你係太白粉啊，哈，當弄加很多東西哈，它唔好嘅東西哈，改良過咁樣嘅，係是它唔好啊，所以我哋認為想講誒種啲素薯哈，是純天然嘅。太白粉，韩国你做后面有一盘就是蒸好的这个酥薯，韩国拿酥后面有一小块，这个是蒸好的酥薯，错冇？后来来是看起来有一些的像番薯，有一点点像地瓜，不过呀口感完全冇咁樣。哦，它不像番薯番薯吃起来它绵，这个吃起来口感比较扎实，而且它。有一些的像有一点点马铃薯的味道，但是它一样就是薯类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点点像马铃薯，又有一点像比较硬的番薯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其实可以做，刚刚有讲到，佢做得做鹹的、甜的，全部都做得。韓國做得拿來食太白粉，拿來做太白粉。所以同大家講一下，因為人家七家沒有做太白粉，就像你做後面有看到一盤呢七家做的太白粉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希望可以自己做太白粉嗎？古時呀，想要請飛玉姐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七家按用的對呀木薯做出太白粉，做得老啲幾隻製作的過程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分享一下冇？講吼，真多哦，哈，個酥薯先睇頭嘛，係，當杯入邊啲就先剁開佢，剁下斷掉。酥薯係上啲嘅天大蟹，像番薯一樣嘅，像番薯一樣，清晨嘛，根茎類的作物，係，所以煨起來然後洗槍來，皮要剝開，剝開然後呢，要切塊，就一一一樣，哈，還要磨碎，用果汁機大碎，也係用機器，係來磨碎。你係少量啊，哈，用個切番薯前面嗰種切嚟沒做的，我是果汁機沒做的，調理機啦，調理機拿來粉碎，粉碎以後要過濾好幾次哦，就加料的哈，要過濾像我們一樣3道，最後才是粉沉澱以後水倒掉，哈，最下面一層然後係粉，粉哈。煨起來，哈，睇熱頭嘅時間拿出去曬，哇，曬後就滴哈，還要去把它碾碎。對，所以其實看到要做紅七家做的太白粉，它是粉末是很細緻的，所以好特別。你看，你傳統的農業沙飛就有按呢紙飛，到也下飛玉姐還把它保留到現在。本太家有幾飛是到清傳統，全部。來自手工的這個太白粉。好，先來休息一下，其實還有韓卡到其他的農場故事要同大家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今日節目地度要同大家來紹介係對新竹關係來嘅兩公婆，佢哋都有一隻很多力量菜園嘅農場，要同大家分享佢哋都當到農產品哦。剛好有識到這個阿權妹有識到這個酥薯，就是我們講的木薯，要這種東西，佢唔單止做得煮甜味、煮鹹味，做得整來食。
韩国其韩做的拿来做包尾哦，飞玉姐，你做个包尾韩国色冻酱诶，有看到有黄色、红色、橙色，做的同大家小鸡也係嘛个口味嘛。黄色咧吼，做咸的，加皮爱有留姜黄粉。哦。底部包的吼，即个种的个萝卜、菜头啊，拿来塞，即个塞的，韩国豆干呐，吼。好好吃哦，包素的，然后都有白胡椒粉的有。因为呀，树哈，它熟上的时间青豆，是要边发啦，边发来种，很丰盛的呀，哈，黑甜菜根，该皮老甜菜根时候是黑丰盛的，底部是黑绿豆沙，丰盛的包的底部包绿豆沙，颜色的对，甜的，哈，能够。绿色黑，你关系的该关系红茶公司给它真金绿茶粉哦，该绿茶粉底部黑包红豆、老奇亚籽，哇，好养生哦，所以很特别，有咸的，有甜的，韩国色加个皮的色，又会用甜盐的东西来本己做的很漂亮的颜色，韩国底部没有粉体味，然后绿体味两种无共用的口味，所以很特别。你看，你演了呀。叔叔喊做得做暗的东西，而且很重要的是，刚飞玉姐有偷偷跟我讲哦，给蛋糕啊，有看到吗？有纤维，这里有纤维耶。这个想必这是叔叔的纤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吃了就是对我们身体很好。其实爱做东西哈，最希望是爱全食物营养哈，尽量做的吃的是爱吃落去，莫浪费啊。爱做东西的整个概念是很容易，要全食物营养。全食物营养。那说到全食物营养，一开始就同他讲啊，他讲的是用食物来让自己增强抵抗力，用食物来本气感色到孔天。那就是有一个大家非常追求养生的人都很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打精力汤。那今天飞玉姐跟罗大哥也有带一笔这个精力汤来给我喝，这位同太搞来小姐一下，也比看起来是冻浆像果汁一样的精力汤，给底部有嘛该东西吗？罗大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原本呢精力汤煮来用草莓去打的，用草莓，系啊，佢底部上色，啲矮大哈，草莓。韩国有凤梨、杨桃、茂谷柑、芭蕉，什么蕉？芭蕉。哦，芭蕉。对，里面的该水啊，我都从头用牧草高汤，我都精力汤哈，很特别。就白碾大果汁哈，用开水，对，唔配哦，我先用什么？就要用太多的火哈，然后我这个有种木草哈，老青多东西哦，像九层塔的老根茎叶啊，还有玻璃菜啊哈，熟上之后，佢个根啊、茎啊、下白料都全部清红啊，磨大松，哈，我是做点拿来熬汤。熬汤以后是做水哈，当做水按容易去打精力汤。哇，青豆像紫苏啊，还有紫苏的时节，紫苏嘅树上还有嘅糟蹋咧哈根茎啊，还是会绑起来哈，洗澡来哈，然后洗枪来用它熬汤。所以有可能这个精力汤因为改某用这些植物熬煮成的水，故说加个米稀是不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？嘿，某用其实某按单纯的一般果汁的味道，来嘿注重营养的啦哈，像个草莓哈，实际上佢打起来冇按火，我会老甜菜根。嘿，这白年对甜菜根哈，抹清熟丝，没抹清爱色，因为佢有一种蜜头，油很重。不过我讲，我喺菜单喺草莓啊哈，还是会标，哈，不知不觉放一点进去，大家都吃得到。对，因为单吃可能加个蜜头太干没做的，不是真的那么可以接受。但是这真的是我喝过。应该是俺人生当中是都最好喝的精力汤了吧？这精力汤好好喝哦！
最主要係人種啦，嚇，像地巴嘅茂谷柑啊、磨農肉呢度嚇，嗌係連皮連籽哦，木瓜咩係哦，木瓜咩連皮連籽，全部有機嘅，嗌到連皮連籽向下打，係講你係有識到一啲咧腐腐嘅味道係正常嘅，那完全冇是豆腐腐的米稀，我覺得好好喝哦。我剛剛啊，飛宇姐講到她放了茂谷之後，我有那個閃過一個念頭，想講有可能不用茂谷的皮落去嗎？但想想應該不太可能，結果還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我都很惜物的。哈，我朋友哈帶米蘭哈，完全冇肉個料到。好好，我很珍惜它的東西。對，我們壓下舌頭、壓下嘴肚都還有一點點那個水果的清香的這種甜蜜，所以其實精力湯某種太嘎凶哎，這麼可怕，對不對？對，那其實像我們這些一開始入門喝精力湯的人啊，是不是建議先從怎麼樣的精力湯開始喝？有沒有一些簡單的食譜可以教大家？很簡單，就是從果汁開始嘛。哈，水果啊，哈，最後是全食物啊，哈，全食物，比方說黃梨，黃梨係買到磨農作嘅，哈，切好嘅皮啊，哈，洗青來，削下來皮先煮，煮湯，係啊，煮出來味道當好像果汁一樣啊，你就會當水。哈，加進去打，黃梨嘅油又是嚟到，皮嘅人蓉又是嚟到，係嘛？一般的果汁都做得，不過就隻撇那個就是一個撇布哈，撇布啊哈，是老香蕉會較好食。香蕉，因為香蕉它的味道是不是？佢就膠質就較甜，就較香，哈，就滑滑，哈，食起來較順口。對，老豆香蕉啊，就係芭蕉會較好食，好喝哎。但是還有一個問題，你平常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湯一啲東西，可能佢冰一下就唔好食嘞。精力湯或者是果汁一啲東西，應該要用嘅保水真好。要看熱天加冷天啦，哈。熱天是熱天愛留冰塊，用冰箱度，哈，幾日行做得啦，係新鮮嘅哈。喺冷天嘅時節啦，常溫下，用幾日咪唔會壞。哦，但是就是要維持家嘅溫度，要本佢較冷嘅溫度，係較好，對不對？對，保冷。要保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除咗要的農產品啊，還有這些，你看精力湯這些保嘅以外啊，羅大哥也一包嘅含有啲嘅種小麥，小麥就矮啲啲喺台灣。並不是很多人種，有，但是就是彰化20那邊有一些人地給種小麥，前一波嘅含糖都沒有3億，沒有一小群人地給種小麥。那想要請問羅大哥，你用我想愛講，我來種開那小麥，你可以用嚟認識小麥、接觸小麥的。你們是開始按照係推廣股東俱樂部。股東俱樂部。股東就大部分是種米較多。因為你要種米嘅人當道嘅，咁你後來是將一種新嘅東西來吸引下得到嘅股東看咗嚟參加喎，咁就是上到種小麥來試看啦。因為小麥呢，其他產品後端嘅加工下得多元，比米下得多。創作嚟做麵包啊，做啤酒啊，發小麥草啊，然後麥芽糖，佢全部都做得。咁就是去年就吃人眼。用小麥來做，小麥是講給它缺點是講給它收成量冇米咁多。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嘛？佢天梅係鳥害，個屌個醫生。因為小麥其實，我爸爸為了那個小麥攞到翻底度用它來做，那個吃起來那個啪啪啪的口感好好吃哦。佢係簡單的做法。嗰個屌也沒懂好食。屌也沒懂好食，因為種小麥的時間大部分田的休耕，冇種嘛嘅，屌冇馬好食。所以他沒有辦法分散注意力。對，個小麥其實集中吃小麥，集中攻擊。小麥當好種，有啲懶人作物啊，不過給它缺點是講個鳥害當嚴重，差不多有1/2會比食掉。一般哦。一般。
哇，那真的是那个量会差很多。跟你刚才一开始有讲到那个股东俱乐部，你太可以用的机，他的参加的人，大部分很用就是成员是哪一些？如果认识安德的人，大部分喺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较多。哦，有咩记得唔要做田生嘅，安德是想爱入只发起比条来参加，是想带佢条来种田喺当家嘅方法。安德是发起像股东俱乐部一样嘅东西，所以在带佢洗学啊，让乜嘅来，你不单单种田，天喊出来拿到，你就给它种出来嘅东西。古时候大家都可能平常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加班，然后下班就冇乜嘅时间，没有什么时间休息，也没有什么时间陪家人。古时候用2年的时间来参加这个股东俱乐部，然后2年就做得你可以用2年就做得皮肤卡你，还可以享受户外的大自然，然后好好调剂一下上班一整个礼拜的这个身心的疲倦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来同大家分享今日的故事哦。这个会有人借吗？练具，最多其实是那一台，再来就练具。仓库地图表内的各种小农要用的到机器，你一定会知係也細台天牛的，又強又耐讀。因为底下是比翻土哦，翻到比脚条还好，又方便，又细台，又唔是讲当麻烦，操作又咩当安全。哦，你台是迄个功能是迄讲种菜前都成饭啦。羅威開春堂可以10個人嘅，介紹一般的食材，農藥太多嘅，做自家4天種菜，種係4、5甲。3年前春堂豎起來，轉到新竹關係，請留5分天來種菜，古數一條機器變到幾閒，當打賞。佢想到石頭關外網站上看過強下用嘅方式，賦權小農想耕種，唔是買新嘅機器來加就做得咧。特別有種米，有種菜，那邊都離下春堂豎起來嘅話，離下機器那邊都冇馬用到，人年可能用嘅就100、200樣當打賞。佢後來都是參考外國嘅想法，用經濟共享嘅模式來做農嘅事情。好，歡迎大家又真到富起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好，家下看到嘅樣片吼，有看到家下羅大哥同大家講到，叫做經濟共享，共享經濟，也係乜個意思？也就係講吼，不要把這個沒有人利用到的東西，不要浪費了它的價值，而本大家來共同來分享。所以呢，羅大哥剛剛創了一個叫做農具共享。到底什麼叫做農具共享？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出現？開始那個主要是想我設計來幫助特別係農莊啊、細農莊、小型農村的農夫們啊。因為經濟共享佢主要用意是講你唔是買，你是用票是做的咧。哦，然後你講也不卡就乜個閒置的工具，當叫冇用到的東西，不要浪費。你是拿家本大家用，你就用是這樣因。對。這方面大家去用的時間，唔是去花很多錢，是如當多東西好用。那留底下是對安德利亞關係留成立兩隻工具圖書館，就假設工具圖書館，它叫工具圖書館。很多廚房工具圖書館，假設很多農用工具圖書館。因為兩種工具，我本身係開餐堂嘛，哦，我咩只搞種菜，你那邊都個工具啊，你那樹頭是當多兩種工具，那是講，該係是來提供出來，他搞利用。哇，古時候應用來參加這個農具共享的計劃。你看初步安德利亞含喺實驗階段，是想先用很多會員制的方法，好來針對安德利亞社區。外縣市里還蠻當開放啊，是主要是安德社區先來推廣看啦，看看接觸的程度樣板型啊，大家有乜個想法，然後講其他人有乜個 idea 做的合作嘅，安德是里亞主要的做法係咁樣。因為啊，要得有農業的機具跟器械，要的東西全部就懂貴，對不對？那你一台機器按貴花按多錢，可能又還要長又要修理又要保養又要照顧，
这些东西对于小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成本，可能给的没办法负担，所以罗大哥你们就创了这个共享经济的方式，然后要得他们用的东西，让他们不要荒废，不要大松，都得同大家来分享。对，那刚刚讲的厨房的共享，厨具的共享又是怎么样的一些内容？咁咩老农用工具如果啲共用嘅东西啦，是讲地杯加嘅工具冇共用，因為你啊大部分，他當然來加，大部分是用辦外匯嗰種東西，因為當然要拍發通，太忙嘅，太籠統，去買嗰種像外匯啊、流水席嗰種東西，因為可能一年要用嘅100啊200，那你唔是來加是做得了，大家互相的共享。是会老个效益增加到动态。顾总感知道，我觉得罗大哥你们的想法是希望用它简单的方式，本动农人可能想要回来乡下接触土地，想要接触农作的人，不会缺少这些器具，可以跟他们分享。他们就等于说农业的入门不会这么的困难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。你遐当到新手农夫吼，伊还唔要当确定讲要做农。你要吃诶，因为可能落实冇咁简单，所以其实是用吃诶。你迄个你吃诶阶段的话，你用买，但是变动也风险要当高。你做这条路，你要买按多东西，要花按多钱，后来就可能就冇办法做嘅时候，你只会料太价钱。迄个就工具图说个用个概念嘅时候，你是啊，你先加落吃。迄真正吃到人讲诶，个冇办法做嘅时候，你们唔会投资按多钱都该用。迄两面工具图书按动态用是。故事你要得亚哈地形做关系看到诶，应该大部分的农夫，大部分呢，比如说大规模的农夫，他们是不是都有去改亚的机器亚的？你遐懂少，大部分农，你遐像按照关系，大部分系老农。你看老农是成人，佢冇买乜嘅机器啊，因为厉害农夫全部按到一家当弱势，冇乜嘅钱。唔攀得去投资嘛个机器啊，佢剃头投资是买一把脚头，还有一个药桶，其他东西佢全部用一家数据，还有这方面是变到加规模，冇办法扩大。佢大部分是迄种一家就做出来就忝，后生人看到你用按辛苦的方法，佢咩冇想去停做，所以反而讲像青年咯，佢看到按辛苦，佢咩唔敢做来接嘅爸爸妈妈些。那你也是想可能用到工具，那善用工具，机器个到，唔是去知个了东西，是来加，慢慢的接触，慢慢的你要转到你农村了，你按得用是。古总吼，新竹关系的农民朋友、青农朋友，想要回乡种菜的朋友，欢迎去13好市集找罗大哥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体验这个农具共享、经济共享的亚种风色，都在本台家中农不会按辛苦，还要有更多资源可以互相分享同交流，错吗？所以2V 多滴13好市集，那其实飞玉姐在13好市集有一个很特别的工作，叫做产地检查，要黑马个意思。如果来到13好市集，很有理念的哈，对，来到一级农产品哈，做唔得牛肉嘅，做唔得有除草剂，咩唔做唔得用化学配，做唔要讲最好讲啊天啊哈，要去检查，哈，和来到是。有分工嘛哈，来经验是黑有机栽培，所以乃是负责产地检查哈。那2级产品啊，没做我们的讲哦，来做料的东西有某我们规定是不可以有化学添加物哈，色素、香料啊、味精啊，料都全部做我们的，做我们的公公啊天，所以来的产地检查小组呢哈，是要去检查到他厨房。哈，也做下去检查，你用乜嘅食材哈，系，啊，我看过你用乜做就卫生冇，啊，所以我工作系按样面。哇，懂题篇呢！原来这个市集没就太敢去买东西听听，其实大家都很重视这个门槛的标准，对不对？韩国其实飞玉姐跟罗大哥家的第13好市集也有摆摊，像艾丽亚哈看到这个一篮的果子抢出来都是你们自己种的，韩国笋红那个草莓那个不是假的哦，不是道具哦，有看到冇？按缝按拍粒，每家都有去家种这是什么品种？哦，只有笋长长的哦。
家迄嘛个品种的草莓，你看哪个只係香水哦？香水其迄老傳統嘅有嘛個無共用？佢較香啦。很多香水是講每一套較香啦。它吃起來比傳統的還要扎實一點。你們家除了有香水，然後也有楓香，對不對？楓香就是你一般是豆誒。米西哈蟲、哈熊的那種草莓，而且你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產品，是草莓柑橘果醬。對，這麼個為什麼老草莓同柑的加工下來做果醬啊？哎呦，你做農的人哈，是在講哦，為做了的啊，簡易的加工食品哈，係為到講，你種的東西上是太多啊，冇買太就係講。哈這條誒賣唔出去嘅啊，哈，就很早地說啦，係嘛，是動腦筋來編條誒東西。這般你市面上買到嘅草莓果醬，當甜，哈，還就冇安全，哈，色素香料了的，韓國佢就有一些增稠劑了的，還愛自家做誒唔是按樣嘅，哈，愛吃到草莓哈，佢吃起來比較膩口。比較容易膩，係，跟愛是有好誒，哈有安全的柑誒，愛是想講，留到柑誒落去哈，增加它的酸味跟香氣。有，我感受到了，我剛它試了以後吼。草莓唔單止有草莓的香味同甜味，還多了一點點柑橘。它好就抵那個柑妹啊，我有吃到柑橘皮的味道。柑妹的皮它有那個橘子的精油，橘子的精油有那個一種香味，然後一點點中和掉所謂剛剛飛玉姐講的草莓的膩口，對不對？對。那除了草莓醬以外啊，還有很多包含像是自己做的青醬。对不对？自己做的青醬，然後甚至還有沙拉，然後還有像這邊有看到的有辣椒，很多都會用有機的、用摩托的、用動、用新的的農產品做的一點點的這些簡單的加工品，但是都是對你身體好的這個全食物的概念。故事分享同大家，希望大家有閒的時間去到新竹13好市集找飛玉姐跟羅大哥哦。故事今日謝謝兩位來到演藝節目現場，謝謝。謝謝。非常各位觀眾朋友，我收看休息一下，停停運動欣賞嚟，好好運動一下了。